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4月15日的尾暗嘛，台电有4台的机组连续来跳电，致使这个送电是非常的紧张，就今日引发到全台湾轮流来大停电，所以台电就去买电，讲上贵一度是买到12块，引发到讨论。啊，台电的总经理是来回馈讲，并不是每一度拢买12块，讲平均每一度是买伫咧5块至6块。安尼算算咧，东港买电的成本是超过2000万。另外，这个桃园连续几啊届停电了后，昨暝台北市的东区嘛无张离来停电，讲停电的原因是设备不良，有772户来失电，1点钟后，这个电才来。台北市东区安民坊这个店面拢无收到通知，就失电，足足有1点钟电才来。一个是有那个奖杯，一个没奖杯。台北市大安区昨包括复兴南路一段、大安路一段、敦化南路一段，总共772户，拢总失电。台电讲因为设备不良，抑过最近因为有连续失电几啊摆，4月15 4部机组搁跳电，大家烦恼会限电，台电赶紧用1度12块去买电。其实，不是每一度电都是用12块买，平均呢大概是5块或6块。我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的制度，而且是必要的一个措施。2015年起，当这个负债向增加，也是机组临时各种只台电对启用数量竞价，为需要量进行管理，也就是讲，互用户家己投标，报价上悬的每1度电10块银，计小较低优先得标。抑过15跳电的事故发生了，台电就去买用电，所以讲才会加2成，用12块去买电。台电讲，迄一天买电的成本超过2000万。5点大概51分，跟6点大概16分左右。那2次的危机之下，我们是调度比较紧急、比较贵的这个电源。以需要量来比价，已经做真侪档啊！国际上时常用这套制度来调度，是讲4月份台湾的电费钱才起价尔，各地阁时常有跳电甲停电的代志。台电紧急应变，成本又阁遮悬，难免会民众烦恼讲，敢会有用电的危机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